因为今仔日是中华圣乐的纪念主日，所以今仔日咱会加几首歌，伫礼拜中咱会加吟几首歌，用诗歌、用吟诗歌做咱的学乐，用吟诗歌做咱的礼拜哦咱这个时，咱先来看一个启应文的好无？今日一开始有一个启应咱三角来。今日真侪物件拢是新咱毋望咱定定用新的心、新的灵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吼。来，咱来看咱的 PowerPoint， 还是咱的周报的今仔日的周报吼。若咧礼拜过程的中间，你的周报倒头显哦，对后壁显倒转去哦吼。来，咱要来开始练习。主啊，当阮袂记得学乐你。求你赦免阮，当阮将你的疼变做律法之义，求你赦免阮；当阮将你的自由变做苦束，求你赦免阮；当阮将你的应允甲恩赐变做需求甲义务，求你赦免阮；当阮袂记得阮是你的子民，求你赦免阮；当阮阁将你的教会变做特殊阶级的俱乐部。求你赦免阮，当阮袂记得耶稣是甲阮同时代的人，求你赦免阮。当阮阁将伊所伫形式甲习惯、文字甲体制内面，求你赦免。灵面的上帝，求你赦免。灵面的上帝，求你赦免阮。吼，来，咱来看几首新的歌，308首。这是。咱台南中会一个牧师颜信生牧师所写的歌，咱来看308。心情放甲真轻松哦，嘿，来会当唱甲会跳舞上好哦。今日一开始就是要用这款的欢喜快乐来吟诗学乐。阮要学乐来唱歌，学乐上帝奇妙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阮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日出来的所在，临到日落的大海，阮的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对日出来的所在，临到日落的大海，阮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阮要唱歌无人知。你会看到这个规个气氛无啥共款哦。好，来咱来看14首。咱祈祷上帝，互咱今日对头到尾的心情是足轻松，伫真轻松的下面，咱来吟诗学乐，嘛伫真。严肃的下面，咱伫咧恳求主，用诗歌伫咧讲主啊，怜悯阮。来，咱来读一个，这个叫做啥？噼里啪啦噼啪叫，噼里啪啦噼啪叫，吼！滴落雨，滴落雨，噼里啪啦噼啪叫，声势会落雨，吼！咧问上帝，声势会落雨，声势会落雪。OK， 轻松哦，嘿，来，噼里啪啦噼啪叫，滴落雨，滴落雨，噼里啪啦噼啪叫，声势会落雨。要予大树的花香，渐渐变做松果软，花蕊渐渐会欢喜，日出光换天。来。噼里啪啦噼啪叫，滴落雨，滴落雨，噼里啪啦噼啪叫，声势会落雨。要予大
索的花香，渐渐变做三个人，花蕊念咪画看见，日出光满天。OK， 来，咱来看604首，604，这是郭祖明牧师为着美丽岛事件，互人掠、互人关，伫监牢的内面，伊所写的一首歌。刺皮互火烧，烧甲真厉害。604，总是无小气，有缘得徛在。焰火一个到一个过，因就搁发芽。春天一个到，因就搁开花。这个讲到长老教会伫全世界，即款的长老教会信徒，就为着互上帝国落实伫地上，经过一波搁一波的艰难，但是咱要亲像刺皮互火烧，咱要坚守咱的信仰，上帝啊，愿你的国临到。来，刺皮，刺皮互火烧。烧到真厉害，总是无小气，有缘地徛在焰火一个过，因就搁热个。咱今仔日伫我倒这边，咱头前看到陈志仁牧师甲牧师娘，互阮看一下好无？嘿，带因的团队来，对关西教会来的团队哈，来，OK， 咱真多谢陈牧师带伊的团队，今仔日要带咱来敬拜，咱三个来祈祷。悲上帝，阮这个时。伫耶稣基督的邀请下面，阮就要到伫你的家，这就是神圣的所在，这就是你要到阮会面的所在，这就是你要甲罪人邀请入来，然后你要甲阮特别圣化阮，称阮做你的囝儿圣别的所在。上帝啊，愿你今仔日伫这个真特别的日子，互阮会当伫遮拄着你的恩典，拄着你的圣洁，拄着你的欢喜，然后阮甲你会当连结成做一体。阮是你的囝，你是阮天顶的老爸。三甲来起造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真正是水到互人欢喜，拢住伫遐。然后愿你祝福台湾，愿你祝福阮的教会，愿你祝福今仔日的敬拜，靠主耶稣的名，阿门。OK， 咱闭本心，开始今仔敬拜。咱今日的礼拜天数甲平常较无共款，所以请邀请兄弟，你手若无姓氏的，即马会当来摕一本。咱今日所唱的诗歌，可能咱大部分拢袂晓唱，但是袂晓唱袂要紧，咱会当看伊的歌词。今仔日歌词真重要。第二个，咱下礼拜的圣词是对酒报的上后壁页开始。总共有3页，咱照顺序单来看。第三个是咱的启文嘛有印伫咱的周报的顶书面顶，咱会当来看。这时请起立。恁着学了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伫圣灵的会中学了伊。既然有咧喘气的人，有咧喘气的人，拢着学了耶和华。恁着学了耶和华。这时，咱来唱圣诗292首。圣哉，圣哉，圣哉！
咱要第一唱台语2摆，西班牙语2摆，英语2摆，最后阁唱1摆台语。咱袂晓唱，会当一直唱台语就可以。咱唱到西班牙语的时阵，咱会当唱到英语的时阵，会当细细声来唱。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领供，极限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领供，极限我的主。Santo, Santo, Santo, mi corazón te adora, mi corazón te sabe decir, Santo eres Señor. 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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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 corazón te adora, mi corazón te sabe decir, Santo eres Señor. 说一下。Holy, holy, holy, my heart adores you. My heart knows how to say to you, Holy are you, Lord.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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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eart adores you. My heart knows how to say to you, Holy are you, Lord. 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领供，极限我的主。这是咱要游玩徛地，咱要用圣诗444首米下面愿当愿袂记伫来做启用。我来请兄弟来用，伫咱的音幕也有。主啊，当愿袂记伫学到你，当愿将你的听变做律法主义。当阮将你的自由变做拘束，当阮将你的应允甲恩赐变做需求甲义务，当阮袂记得你，阮是你的子民，当阮阁将你的教会变成特殊阶级的俱乐部，当阮袂记得耶稣是甲阮同时代的人，当阮阁将伊所的形式甲习惯、文字甲体制的内面，
请坐。这是咱三教来祈祷。我的爸，我的上帝，是啦，求你搁一届来赦免我。当我腰咧喘气的时阵，我竟然袂记得来学罗你。当我将你的疼痛变做律法主规来要求，当我将你的自由变做人的束缚，当我将你的应允变做阮的需求，阮来甲你求讨。当我将你所赏赐阮的恩赐当作义务，毋是出于甘心，独意来服侍你的时阵，求你来赦免我。主啊，是啊，当阮信主久久的时阵，阮就袂记起阮是你的百姓，求你来赦免我。主，阮也知，当阮伫教会内底，阮遮事事咧过日子，阮的教会，阮的团体，渐渐变成一个特殊阶级的俱乐部。阮袂记得人要过，毋是无饼；阮袂记得人喙焦，毋是无水通啉，乃是袂记起上帝的话。阮袂记起，阮来敬拜你的时阵是上帝你最中心。阮抓住阮家己也是中心，阮用阮自我中心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来赦免阮。当阮看见外口真侪人咧行的时阵，阮袂记起耶稣可能伫因的中间。阮已经定型啦，阮已经去束缚去。主，但是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的信息，你的怜悯，因为当阮愿意，搁一届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信实的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阮的过失，来互阮会当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每一工拢受你新造。阮真做伫圣神的带领下面，阮要愿意做伙伫中华地区，伫阮的台湾，伫即个世界，逐个各国赞处，拢会当做你的见证。乃是出于甘心独意，毋是出于勉强。我来感谢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敬拜。信息308首，阮要唱歌来学乐。我
29篇第1节，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要用我的嘴传伊的信息到代代。咱要借着唱诗歌来望着咱的上帝，亲像山用伊的瀑布望着远远的海洋。咱要唱歌来学乐主，学乐主，学乐信心，学乐上帝，学乐三位一体的上帝，学乐上帝奇妙的听，至圣的名，学乐信心亲密的听，关联的名，学乐耶稣无比的听，尊贵的名，学乐三位一体专灵专地的上帝。请咱起立，坐下来吟，我要唱歌学乐，我要唱歌来学乐，请你用你的嘴、你的心来唱。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对伊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相信亲密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相信关联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能全地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出来所在，对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无人知。真济是我要唱歌无人知，保护你的厝边隔壁知。上帝赐福可爱世界，万物更美丽更和蔼。咱要用歌来学乐上帝，咱要学乐极伟大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咱着对主唱歌，咱着对主唱歌，快乐因是来学乐，唱出听通诗歌，学乐主为一心创造，从水了创造，信心一条大大海，伊赶走做的时候，万有经历的个好
琶酒》。这首歌看起来是一个儿歌，但其实它里面包含上帝对我们的爱。无论是下雨、下雪、长新芽、掉落叶，这些都是主赐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聚在这里。这首歌《噼里啪啦噼啪酒》，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吟唱。噼里啪啦噼啪酒，地落雨，地落雨，噼里啪啦噼啪酒，插树的落雨，要予大树的花香，渐渐变做山高人，为你亮天为看天，日出光满天，天气飘飘飘落来，泪落雪，泪落雪，天气飘飘飘落来，下树的落雪，要予花草甲树枝，穿白衫来过冬天，虽然霜冻天气寒，小路着温暖，双双实实上金丝，强呀呀，强呀呀，双双实实上金丝，下树的呀呀，要予你行出外路，遇着有缘心茫茫，要紧是就强带路，先往阮路途，秋秋细只鸟，天唱歌，地唱歌，秋秋细只鸟，下树地唱歌，要予孤单的心灵，听我唱歌心袂清，聆听真爱袂听你，上帝听惜你。是，这是一首真古锥的歌。咱通看到上帝创造奇妙，咱知影，无论什么情景，上帝听惜你。上帝毋但听惜咱，上帝嘛伫即个世代继续伫甲咱讲话。主上帝正手，这是1973年的时阵，加勒比海基督教大会成立的时阵，因的会歌强调上帝伫咱中间所做的代志。伫人类的历史上，上帝用正手伫咱中间施行写义、指出、攻击、扶持、医治甲再治。咱要因为上帝的作为来成就一体，愿全世界正子民同徛起第三亲，伫主上帝正手，咱要成就一体。请咱起立，做伙来唱圣诗22首，主上帝正手。上帝正手，伫咱中间相依，写出你爱观念的话，咱将拄甲心怀，咱心里甲目屎，你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主上帝正手。
咱请献歌队准备，要吟的是第1首，甲13首，咱做伙来思想这内面的歌词的意思。这是23首，邀请咱大家人做伙来思考，到底上帝原来是啥？上帝创造世间所有一切，到底咱是要哪来学？I
这时咱要来读一段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书第4章21节到24节。约翰福音书第4章21节到24节，请兄弟注意来听。耶稣甲伊讲：负责人着信我，时要到啦，恁敬拜爸，也无伫即个山，也无伫耶路撒冷。恁敬拜恁所毋知的。阮敬拜阮所知的，因为拯救是对犹太人出，但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的敬拜，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爱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这是咱也要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节，咱三甲来，预备来。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搁一摆。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伫地，道就是上帝。搁来，咱要请陈牧师来正道心灵甲诚实的道。陈牧师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阮关西教会对客人庄会当有即个机会，三甲做伙来甲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主，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主宰，若是创造哪定，你要真做阮的天父。到底有啥物款的神是要用安尼态度对待伊所创造的？总是受阮的囝儿清楚，因为阮是你的百姓，我要活伫你的道路内面。有当时啊，阮歪纸；有当时啊，阮行伫世间，阮袂记你。总是你提醒阮，阮逐礼拜有一届三甲做伙组织来到你的圣殿。受到安尼提醒，讲原来你爱意爱阮所行的道是啥款？你备办安息日，毋是要互阮休困，要互阮搁一摆来认捌阮的身份。阮是你的百姓，阮要清楚，阮伫地面上所行的，是要符合着永远的道。这是你原起头所安排对阮的祝福。所以今仔日。阮会当用语言，会当用音乐，用非语言来做伙来敬拜你。求你的神，甲阮每一个人伫底，在座有的人是第一届来到教会，总是阮清楚，若毋是你的声，阮无可能安尼。因为你出声创造宇宙万物，你无论伫倒位一个所在，你拢存在。帮助阮今仔日，你带阮去全世界各所在。阮头前毛银、墨西哥、美国、日本、阿根廷、西班牙，无共款的所在，互阮体会到宇宙万物拢是你的。阮活伫你的内面是何等的幸福！安尼祈祷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仔日。圣乐主日，就是欧牧师的邀请，这咱总会所安排的日期，咱对圣诗内面来体会到无共款的所在。咱第一首诗要对希拉雅，第一首320首，甲第7首，这是口碑教会的万淑娟长老万长老，伊所写的诗啊，伊的先生对菲律宾过来台湾。意爱台湾伊开始上帝特殊的安排，因为咱若是对咱的会员来学员来看的时阵，咱真侪人拢有揽着希拉雅咱在地原住民遮的所有的血统，所以咱先对关怀咱的本地，来去想着讲上帝的道对回应伊的听的人，伊到底写的是啥货？
320首即内面第一句叫做“好欢喜”。圣诗内面无论倒一个国家，拢有用即类叫做语义感叹词，意思是符合着每一个情况。结婚的欢喜的时阵，好欢喜，就是三角做伙来欢喜；悲伤的时阵，好欢喜嘛是悲伤的。所以即个回应，好欢喜，咱做伙来吟吼。我唱啥，你缀咧吟来。好欢喜，好欢喜，好欢喜。好欢喜，好欢喜。做伙看320首吼，预备来。用诗篇150篇的歌词来。好欢喜，好欢喜。拍鼓跳舞，大琴学了主上帝。好欢喜，好欢喜，因伊称谢伊的慈爱怜悯。这歌乐全能大自在，跳舞欢喜，乐音好听，罪恶去赶走。好欢喜，好欢喜，愿就愿意感谢主上帝。好欢喜，好欢喜，奉献做偌济。可能第一届是无偌熟，咱的带笑容来唱这条歌，甲伊的歌词三角有关系，好无？吼，莫拢安尼不可能，吼，来，未来。好欢喜，好欢喜，听过了主上帝。好欢喜，好欢喜，因伊称谢伊的慈爱怜悯。这歌了乐，全能大自在，跳舞欢喜，乐音好听。嘛是伊写的第7首，咱的生活有当时无共款，口鼻伫虎头尾迄搭遐你会当看足济山。即首诗是因翁仔某行伫迄个社区内面，伫遐树林中间，伫遐咧行的过程。当然啦，咱知影口鼻教会也好，希拉雅这个文化，因为愿意嘉老师。伊来带遮的某，实际上我常常记着伊，我来讲你过来遮，上帝遮美好的意思。因为伊发觉着讲，原来希拉雅遐个语言，甲因伫菲律宾的话有相共。佮当时荷兰的时阵，因有甲4福音拢写做希拉雅的文，伊读了，这都是阮的文嘛，所以伊就开始写曲。伫小学，佮顶头来甲伊的文字、伊的语言顶头富裕出来，所以因遐开始，逐年拢有希拉雅的文化节，大赛后拢来荷兰的遐部分，即马政府嘛开始渐渐咧承认因的正名运动。伊所写另外即首诗行伫山林小路。嘛是相共，看到上帝创造美好，有坍塌，有蝴蝶，咱用心来领受。咱用拉的来一遍，来，啦啦啦啦。
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乐，溪水轻轻流，通拖轻声雨。行伫山林小路，用心领受，自奇妙创造，海自由。行伫山林小路，感谢笑歌，花蕊四过团，蝴蝶当招伴。行伫山林小路，自心观看，自奇妙创造，遍地充满。只是你咧吟的时阵，敢有想象？歌词带领咱真侪基督徒上主要的，爱增加咱对上帝创造的想象力。有当时啊，咱干那咧吟诗尔，可能干那互歌词来笑，无彩。每一个歌曲拢带来咱生命无共款的面向，迄个角度提醒讲，阮活伫上帝逐款美好的境遇内面。无论是别人感觉讲这有够艰苦，有人别人感觉讲啊这快乐啊要死，总是伫上帝内面，咱是感恩来回应。第三站来，预备做伙来，行伫山林小路，心头轻松，鸟只飞啊飞，凉风微微吹。行伫山林小路，静静体会，自奇妙创造，宽容所做。行伫山林小路，点睛祈祷，青草不心意，树会发生机。行伫山林小路，专心仰望，自奇妙创造，万有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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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诗甲一般的歌实在是无相款，因为咱清楚伫创世纪的时阵，上帝讲就存在，上帝讲就成。有当时啊，咱伫地面上袂记哩啦，咱拢习惯讲话是咱讲，咱要求啥货，拢是对人的出发，总是对创世纪就提醒咱。所以，咱对在地的关怀的时阵，头一摕这两首，感谢在地音乐家，感谢在地信徒，伊写出回应上帝听的部分。咱每一日拢清楚，咱活伫上帝恩典满满的世界内面，咱回应伊的听，对圣诗来体会，圣诗实际上是祈祷，圣诗实际上是回应上帝的听。咱在地有足侪无共款的民族，原住民也好，客家也好，大家知影，阮对关西来，所以571首，咱来体会到无共款的民族，伊安怎看到上帝的道，伊安怎解说甲上帝的关系。571首，主耶稣，我有朋友，亲像主你，我有艰苦，你来解脱。事事都有你照顾有哦，主耶稣，我有朋友，亲像主你比骂人都可靠，辛苦耶稣，真幸福哦。耶稣，主耶稣，哪有朋友亲像主你？
乃有艰苦，你来解脱，事事都有你照顾我，主耶稣，主耶稣。信靠耶稣，真幸福哦。第二站，主耶稣，主耶稣，哪有朋友请求主你比万人。信靠耶稣，真幸福哦。去年有一届的机会，我受邀请去沙巴，对遐的客人，特别是遐的牧者、教师团队，甲因分享在1个点钟，看要安怎准备讲道，每一条信息。拢会当是真水的讲道，每一条信息足清楚，甲咱甲上帝关系来讲好清楚。咱透过无共款的民族，咱会当增加咱生命无共款的角度。昨阮即几个少年呢，来到遮下晡时，咱拢用台语来吟。头先要困进前去咧佚佗的时阵，因咧讲吼真正是文化冲击，因连迄个第几首都听无。伊讲台语毋是1、2、3、4、5、6、7、8、9、10总是咧念遮第几首的时阵，我感觉上帝的奥妙丰富咱的世界，毋是惊吓，因为清楚耶稣抱咱行，带咱行。咱来看331首。这是咱世界上水的遗产，对咱原住民的这个部分来讲，331首吼，平行5度吼，歌词简单，但是足水的。主啊，求你怜悯我，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咱有啥会需要上帝的怜悯？可能后一气，咱拢需要伊的怜悯。咱来到教会，清楚咱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安排的。来，主啊，求你怜悯我，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来唱另外迄部平行5度的，来。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失败。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咱做伙来。做伙来呼求，来，主啊，求你怜悯我，基督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怜悯我。
为阮每一个人在地所活的，无论阮的工课，无论阮的家庭，无论阮的事业，无论阮即马的生活，做伙来。主啊，求你怜悯阮，祈祷求你怜悯阮，主啊，求你怜悯阮。阮为着彰化社区，阮为着彰化市的市长、政府的官员，求主三甲做伙来怜悯。主啊，求你怜悯阮，祈祷求你怜悯阮，主啊，求你怜悯阮。阮为着台湾。伫所有的强权中间，阮爱徛在伫即个岛屿来求主怜悯。主啊，求你怜悯阮，祈祷求你怜悯阮，主啊，求你怜悯阮。若毋是你的怜悯，阮实在是啥货拢无错个。主啊，帮助阮清楚甲你的关系。你是圣，所以阮嘛是圣。迄个圣，毋是讲阮无过会犯罪，总是阮清楚圣神对阮的犯罪会当做工，因为阮清楚阮是你的。圣诗294首，圣哉圣哉，这个是苏格兰的一个John Bell 牧师。我甲王牧师捌伫加拿大拄着伊，伊是一个真瘦的人，但是伊写真侪曲。我捌一摆伫温哥华的 Stony Church， 伊2点钟的过程，互阮足自然就会当背足侪圣经节，毋若背难听，甲遐个歌会当塑造咱的生命。毋是咱咧吟，是圣神带咱三甲做伙来吟。圣哉圣哉圣哉，大权能主宰，天顶地下充满你的荣光。来，圣哉圣哉圣哉，大权能主宰，天顶天顶地下，天顶地下充满你的荣光，荣光归你生命，荣光归你生命。哦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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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的名来演得称赞。哦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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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的名来演得称赞。好撒那对起神的主，好撒那对起光。来。搁一摆吼，记看觅，这是启示录内面的歌词吼，甲背起来，呼应来。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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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权能主宰，天顶天顶地地，天顶地下充满你的荣光，荣光归你生命。哦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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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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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毋知你想象力到底是啥款。我若伫吟即条诗的时阵，我就想到梅干牧师伊对苏吉兰过来。毋若安尼若定，连马街因为伊虽往是加拿大的人，总是伊伫 Edinburgh 伫遐苏吉兰的 Edinburgh 伫遐受教育，所以咱台湾实际上有真侪对苏吉兰来遮，因差不多迄阵，互日本人赶走的时阵，真侪人拢得到马拉利亚。到伊一世人尾仔拢阁是隔日热，还是4日热，2工就是伫遐准，伫遐发烧发冷。因为着要互咱的福音伫台湾，所以你咧吟诗的时阵，到底你的想象力是干那伫即首诗内面，还是上帝的脚迹伫咱遮所有的过程，咱拢会当在吟的时阵带满满的感恩。过来，即首113首加里文所写的诗，到底加里文甲咱长老会开始，迄个关系是啥款？伊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伊强调万民该祭司。我毋知咱的体会是啥款。有当时啊，咱阁停伫马丁路德的即个部分，叫做信徒该祭司。甚至有的人阁停伫迄个牧师较是祭司。无彩，无彩，因为加里文牧师受到上帝的启示，提醒咱每一个人，咱活伫上帝创造的内面，咱彼此正做祭司。咱来吟一首诗。主，你是我的救赎主，你是我唯一的倚靠。我来调起你救赎我的主，我为我靠，所以无救主，为着可怜我，你万受苦难。求你来投放，你就是主你稳定的救赎，永全能地你万民所尊重，求你大抗你的愿心将光，愿出你瞬间，大光来救援，你就是我命，愿对你生存，一切恩惠在令你所求你用信心关亮有期望，使万有归难，也是咧存全。咱起立来念第4节，求你有真实完全的恩赐。战争甲痛苦，万里受伤，奉献的恩惠，对
坐着进前找3个人甲请安。有你真好，感谢上帝。圣诗内面有真侪全世界的人足意爱来吟的。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咱来唱较新的物件，这是咱教会嘛真新的物件。咱请这个对小太所写的歌嘛，爸爸写的这首。
上帝伫咱的面头前摆咧真侪人，真做咱的模范，真做咱的榜样。圣诗604首，咱咧吟的时阵，除了咱咧想到出埃及记内面、摩西五经内面迄个气魄无小去，除了迄个以外，咱嘛爱去想到高俊明牧师，甲保罗嘛相共，伫家教的内面，咱清楚咱的信仰，咱的愿望是啥款。所以，咱每一个人有当时含落，咱家己无法度会当处理的物件的时阵，这首诗歌会当真做咱的提醒。来，漆黑无火烧，烧到真厉害。风雨无烧起，有我在行在，炎火一个过。就个花的春天一个到，因就个开花，漆黑无火烧，总是无烧去。多受苦楚，有苦无泪滴，炎火一个过，因就无我的春天一个到，因就个开。烧，总是无烧去，到火烧冰海，反转那兴起，炎火一个过，因就个我爱。心的勇敢，为主来前进。苦难哪有大，咱就有决心。炎火一个过，伊就。个我的春天一个到，因就个开花。我实在是真感谢上帝，予我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对细汉拢是唱古典的物件，对弥赛亚，阮兜小可特殊。因为阮兜所听的拢是交响乐、歌剧、清唱剧、神剧啊，拢是即类的古典的，所以古早会感觉迄叫做靡靡之音啊，流行歌拢袂晓唱吼。啊，起来台湾哪开始的歌剧啊嘛，诚做制作人，我制作台语圣诗专辑，伫迄个过程拢感觉讲西方的这较是好，这较是水，总是。渐渐啊，发觉着讲，我移民去加拿大，开始听一寡中东的、伊朗的、越南的啊、黎巴嫩的，无共款的音乐的时阵，我感觉讲，原来上帝是无所不在，所有的所在拢有上帝存在。
有当时啊，咱会看轻细汉囡仔，那亲像耶稣来为着遮个弱小的人、孤儿寡妇、送养的人，甚至有残障的人，但是因敢毋是上帝的宝贝，伊敢毋是会当对咱生命会当有启发的部分。圣诗599首，这首诗歌是一个7岁的日本查某囡仔，伊当当时得到肺癌，伊厝里的人目头拢角角，拢感觉讲，开会安尼，我遮水的查某囝得到这个血癌，这个查某囡仔伊感觉讲，祝福我这个生命实在是真水的，所以伊写这首599首诗来安慰因的爸爸妈妈，来安慰伊所有亲人，来见证讲生命伫上帝手中。我即马要离开啊！伊8岁半的时阵离开，总是这首诗歌感动真侪人。咱做伙来念。有耶稣的听，着信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因为有耶稣的听。无论伫什么时阵，无论伫什么时阵，毋通苦难也过，也毋通悲伤失志。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着信有耶稣的听。无论伫什么境遇，无论伫什么境遇，着毋茫将来福气，主的属信心勇气。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因为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有耶稣的听，因为有耶稣的听。咱甲咱的隔壁讲，因为有耶稣会听。感谢主哈！对我来讲起来，圣经开始创世纪11章内面，亚伯拉罕有当圣经内面有咧讲，伊是信心之父，但是对我来讲起来，伊是一个移民者。伊上帝带伊，无论去倒位，伊就去。对我上大的提醒，就是我莫浸伫我家己的comfort zone。定定，咱拢习惯讲，这是我较习惯的，这是我较意爱的。所以定定，因为安尼观念，咱就失去着上帝奥妙奇妙的安排。圣诗是上帝安排，是逐所在回应伊的听的所在。毋望咱会当清楚，那亲像约翰福音内面所讲的，上帝的道是四界拢存在。总是咱若无去听伊的声，咱若照世界的习惯，因为犹太人伫创世纪打开始，一日的开始是第时，叫做有晚上，有早上。但是咱定定受到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咱要甲上帝偷一寡物件，讲暗时吼，咱用电火，无要紧，咱来熬夜，无采互上帝先做工，咱较回应伊的听，是先有稳定，较有咱的工作，毋是咱咧拍拼，较上帝来祝福，毋是安尼。所以对圣经对头到尾，拢得教咱安尼。咱的圣诗嘛是互咱即个经验，叫做打开始，我对这首诗袂晓，总是渐渐啊，开始吟遐的旋律，
开始遐个歌词，渐渐咱清楚讲，原来这拢是上帝祝福咱，摆咧伫咱的面头前。我毋知咱经过今仔日，咱的内腔按摩啥款，可能今仔中昼会食真好，哈！感谢上帝，互咱有安尼机会，三甲用诗歌，三甲用伊的刀来敬拜伊。阿门。这是咱来奉献。不管你今仔日是第一摆来，还是来几啊摆，你若甘心乐意，你拢通奉献。咱的奉献毋是用淡薄来奉献，上帝要爱是咱所有的金钱、所有的时间、所有的财情、所有的精神温顺，请咱做伙来奉献。请咱起立。请坐，这时请王牧师来介绍甲报告。咱搁一摆甲陈牧师说一个多谢咧，好毋好？感谢主，互咱伫宗教改革这个500周年的时，咱伫咧咱用真侪新的物件，伫咧回应上帝的听。毋知伫咱的中间，咱也有新的朋友伫咱遮，迄个邱小姐，姊妹啊。雨珊佩瑜来，我们欢迎你好吗 ？OK 邱小姐姊妹，这是张基人呐哈 ，OK 陈牧师拜是去见证，就看到这古水的姑娘就讲，请恁会当来永福教会所以今仔是因第一摆人生第一摆进入教会哈阮拢伫遮拍到恁常常来哈，邱小姐，毋知还有新的朋友无 ？OK， 咱遮还有一个姊妹来，我们欢迎你哈。请问贵姓？贵姓？
哦，林教授哈，真理大学。OK， 好，哇 ，OK， 真理大学的老师哈，教授真多谢。OK， 唔知还有无 ？OK， 咱伫主的听的内面，咱继续来过一个新个活泼的生活。等下礼拜三，咱也个休困几分钟了后，搁转来伫遮。咱也个有淡薄诗歌吟唱。了中昼的时，请大家人拢留落来食饭，好无？所以真力唱，唱到8度以后，咱等下享受吼。后礼拜咱迄个有2台游览车要去玉金团队的项目，所以后礼拜12点，咱12点就要上游览车吼。所以若有报名的，请注意哦吼，这样代志请咱注意哦。过来拜五咱OK， 迄个18过来拜五，才有一个新的是迄个志大，毋知啥物人也阁会记林志大无？志大兄弟，伊前几工安息主怀因为伊的太太伫中华教会伊嘛已经真久无法当出来礼拜，所以一2工。听后咱周报拢印咱得到这个消息，所以拜五下早起9点20，伫殡仪馆张仁厅、中仁厅，若会当的兄弟咱三甲来吼。拜五8月18 9点20，伫中仁厅，我想。搁过我想是迄个咱蔡牧堂牧师的专题演讲，以及赵牧师咱也搁有一寡专题。8月27的专题，特别赵牧师爱有医生大成讲到干细胞，你知迄个干细胞即马会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伫医学上特别是医学伦理、医学的运用。有一个真大的贡献。对遐了后，赵牧师才佫开始讲着信仰的问题。请咱招咱的朋友，逐个人三甲来哦嘿。弦乐团对9月开始，礼拜三要请迄个洪水兄甲保罗因2个伫11点到11点45会开始伫即个遮佫练习弦乐。所以对9月份请咱开始弦乐的人开始准备。我想即个才有真侪遮个报告的事项，以及咱周间的聚会，请咱家己看。少年团契过来8月有迄个林洪医师的专题演讲，吼，请咱来。即礼拜拜二也阁有上节迄个对美国的高科技的人，即摆要来卖牛肉面吼，来咱个上节甲太太拍一个扑克来好毋好？上节出来起来，阮看者啦，即部他们家在是即摆21世纪啦，那伫中世纪的中世纪也袂啦，20世纪的叫用牛头章吼。感谢主，咱即个新的朋友，所以迄个主旨伫即个所在，吼，8点，请咱逐个人三甲来哦。手中团也阁有需要差不多2个人，所以你若会晓看乐理的人，请来参加咱8月的手中团。有真侪遮个活动请咱家己看，请替教会祈祷，替咱家己甲咱的家祈祷。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来吟圣诗645首，圣诗645首，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着出大声欢喜的声，出大声欢喜的声来而乐，拯救咱的石盘。请咱起立。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
咱三角，到主的面前，咱三角，到主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哦。咱三角，到主的面前，咱三角，到主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哦。因为主上的天国，盼望的梦，上的天国，盼望的梦，爱恁通平安，带着欢喜快乐对遮受车出去。恁是上帝手中的宝贝仔囝，恁是圣神三角同工的使者，就出去报扬上帝听即世间至大的好消息。愿三位一体的上帝鼓舞你、引带你、丰富你，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别倒。咱差不多过休，咱差不多7分钟了后，7分钟了后，伫遮搁集合。了后，咱中昼斗阵食饭，愿上帝赐福。
咱大家赶紧去偷放一下吼，随了就随个转来，过来牧师要甲咱引出来是拢较旧的圣诗，大家较熟的所在。